正道，对天顶属灵的温数，请曾牧师。现在大家平安，真感谢上帝，让咱伫今仔日会通带着平安、甲敬虔的心，佮做伙组织伫上帝的圣殿。感谢上帝赏赐咱伊的话，成做咱一切应允的根据。我甲陈牧师有时会做伙讨论圣经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。最近阮咧讨论一项，就是什么是上帝招庇所赏赐对天人来的幸福。阮咧讨论对圣经内底的感动，做伙回想家己伫生活内底所拄着、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的圣诗圣歌对所吟的祝福的诗歌，是一条真水的祈祷的诗歌。伊就是根据咱今仔日所要读的。雅各书，各种的文书、招庇的文典，拢是对天庭的上帝所赏赐。愿咱伫今仔日礼拜的人，无空空离开上帝圣殿，咱伫上帝伊家己的应允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愿上帝互咱每一个人，咱拢领受一种是无人会当甲咱影响，是招庇对天庭所赏赐，是完全的幸福。愿上帝祝福恁对少年到年老，愿上帝祝福恁的家族对你这代到你会行行顺顺。咱要读上帝的话之前，咱搁恭敬来祈祷。做完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伫你的圣殿内，愿有一个真大的脚步，就是会当对上帝你领受伫地上所未通复原的。真正真实的幸福，我们伫你面前拍开阮的心门，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，将你的话以及圣神，就施落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互阮的生命无搁再有欠缺的感觉，互阮的生命充满迄个活泼，无人会通夺取真正稳定的功课。愿主你祝福今仔日阮的组织，互你看见阮对心中的意爱，阮是听你的教字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表明阮对你的敬拜。愿主你甲阮三角地带，互阮真正来领受上帝你对天人来所赏赐7种的属灵的文书。主啊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明白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人拢咧追求幸福，就亲像我拄开始甲咱分享，我甲陈牧师，阮伫圣经内底有当时咧分享，家己伫生活中间，咱所需要明白的，圣经所应允、所记载、所要互咱的。上帝讲各种美好的文书，兄弟姊妹，你敢已经领受到这种充满甘甜的滋味？你敢已经真实担着上帝福音的滋味？我会记得我伫少年的时阵，有我信仰的大兄大姐，伊伫团契生活内底，常常安尼甲阮引带，也用上帝的话来教阮明白基督徒应该了解的态度。其中有一项，伊甲阮讲，信仰要真正经历着。伊讲有真侪基督徒无经历到福音的滋味，足可惜，伊的生活就慢慢冷淡，变做凊彩。伊讲福音不是没有滋味，而是没有人或者咱也未担着福音的滋味。福音不是无滋无味，是因为世间人有时也无真正经历到上帝伊的完全甲伊的尊贵。如果咱若真正经历到上帝的荣耀甲上帝的权能，咱就当写出像今仔日的圣歌队所吟这条诗歌。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，兄弟姊妹，咱咧听这样水的旋律的时，咱唔知影这条诗歌的背后，其实有真严肃的生命的征战甲坚持。潘国华牧师
伊还未30岁，就死伫伊对信仰的坚持。伊活伫第2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迄段时间，伊成做一个基督徒，伊成做一个牧师。伫伊的信仰的良心中间，伊无法度对希特勒保持沉默，所以就公开来表明希特勒所做的这种的残忍的行为是唔对的。所以伊真少年，真优秀，20通岁就做大学的教授，20通岁就做博士，全世界演讲。但是伊讲，我袂当为着我家己的安全留伫美国，因为我的故乡德国受到遮尔大信仰的冲突甲危机，我应该爱倒去我家己的国家，因为我若要倒去我的国家来反省这个咧困失败的国家，将来战争结束的时，我就无权利通甲所有的兄弟姊妹重新去起造德国这个国家。伊勇敢去面对坐监牢，伊勇敢选择将各种美好的文字讲出来。这条诗歌就是伊最后要死的前1个月，伫圣诞节时写予伊的亲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这条遮尔水的旋律，伫背后有一个真水，咱的信仰甲生命的传承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有福气。咱的礼拜所吟的诗歌，是甲1800年内底的正圣道，2000年来教会的诗歌。当咱咧吟的每一个诗歌，拢是甲天使、甲历史的人做伙来荣耀这个创造宇宙、摇花咱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定心、安静、谦卑来甲上帝讨招庇的智慧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分享的这2段圣经拢真短。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以及雅各书，特别是雅各书第1章17节，这2段圣经拢是咧讲起上帝所赏赐的圣神要带来真正的智慧。所听的姊妹，有一句真出名的这种的通俗流传的一句话，伊讲人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看袂到家己有问题。也这你敢听有这句话的意思？世间人活伫这个世间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无知，就是痴迷，就是连家己拄着心中的问题嘛唔知影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就是神，伊的话就是真理。既然伊的话所发出宣讲的所在，迄个所在生命一定改变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愿意受改变。咱甲主伸出咱的双手讲：主啊，求你将招庇的祝福，对天而来各种的美好，赏赐予我，求就予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来听圣经对咱所讲的话。今仔这段圣经，特别是以赛亚11章第2节，是伫旧约中间非常重要的经文。但是真可惜，因为全世界的教会多数的基督徒拢唔是犹太人。所以，咱对这段圣经的背景甲感情，咱有时读搁再读，但是读袂出来迄个滋味。就亲像2礼拜前我讲到讲到一个家庭，这个灵发的家庭。后来我伫这礼拜收到一张批对新加坡来的一个兄弟，伊写给我，伊讲牧师，我最近拄读歌罗西，我读将近要20摆，但是我从来都无注意，伫这个短短歌罗西书内底有讲到一个家庭，这个姊妹叫做灵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对少年到年老，真侪时阵咱认真想要了解信仰，但是咱常常有迄种模糊无明、拄久拄面，上帝话永远咧叫醒咱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牧师要甲恁做伙领受2个真要紧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，要鼓励咱真正用咱的心甲主讨。第一，所有一切上帝予咱的，伫这个世间上宝贝的祝福，是天灵来。所以耶稣伫伊的讲道中间，捌甲伊学生讲：你毋通亲像世俗人，求遐有诶无诶，
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耶稣讲：你唔当亲像这外邦人，多多成就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义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追求的，咱所得到的，敢是你感觉，还是讲真正是上帝的目睭中间看做是真正的宝贝？人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真实的问题。咱的生命中间有真实宝贝的物件，但是因为咱活伫这个俗世的世间，俗世的人、俗世的想法、俗世的人所咧行的路，常常下下刻刻，无形中咱就对咧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有主张的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才做一个有智慧的。智慧是什么意思？伊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会当运用你的财物甲经验，就是咱读册就会有财物甲学问。咱伫人生年岁哪个天，咱就有经验。智慧就是将这财物、学问甲你的经历，你会当甲活用出来。通过这的知识甲经历，你知影怎样做正确的选择，你知影怎样做正确的判断。兄弟姊妹，知识是老师予咱的，智慧是上帝予咱的。今日圣经所有一切交备的文书，是对顶面来的。这句话就是咧讲起，老师会当教知识，但是智慧是亲像显开一个宝贝的里面的盒仔，你若无甲拍开，你唔知伊内面是什么。但是当上帝的圣手甲咱拍开，伊伫创世以来所有被矫正的智慧的心，愚公的人，圣经讲伊就要变得通达。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叫做通达，通达。通达的意思就是深思熟虑。通达的意思就是伊得到交备的智慧，伊就你晓悟，伊就明白。所以弟兄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真真正正家己甲上帝讨。主啊，独独你知影我一生所欠过的是什么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无空空。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做伙，真清楚来读。今仔日的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以赛亚书11章第2节内底讲起7种的文书，以及上帝7个神，就上帝其实是一个神，咱唔通互这个解说误解。上帝就亲像爸爸的伊的灵，唔是上帝的灵有7种伊的功能，有7种的能力，敢那7种尔吗？唔是。因为犹太人讲到7，一个字是代表上帝，伊是一个矫正、交备、完全的意思。所以这段经文中间用7个文字来讲起上帝伊完全的迄种的能力，伊将这种的能力给一个人。今仔日以赛亚11章第2节，这个经文是咧讲起上帝将这个矫正的全备的智慧。来享受一个将来要担当使命的犹太人所知影的叫做弥赛亚。上帝所听的每一个青年，牧师今仔日特别用祈祷的心要解说这段圣经给恁，嘛为恁祈祷。恁所有的这青年青少年，上帝将天顶的智慧赏赐给恁。愿天父上帝开你窍。恁的生命，今仔日圣经的金句讲，敬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认捌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聪明伊真正意思是什么？聪明伊真正意思就是理解的能力、逻辑的思考、理解的能力。所以聪明跟智慧好亲像无法度分清清楚，有时咱就是一体两面。聪明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聪明。但是真严格来用圣经的话，伊有分辨。
当你若真做一个聪明的人，就是人咧讲话你听有，你会当理解，你真巧气，你看一项，你就学3项。因为上帝所赏赐人中间，有的人特别对迄个领悟较强，有的人一世人拢拄久，永远听，但是听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咱就无即种的能力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读圣经，咱做伙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对天顶拍开天堂的门，将天顶的文字、圣洁的文字、荣耀的文字、画面的文字、能力的文字，赏赐予咱。咱就纯粹双手讲：主啊，若有你，我就够业。第二，咱通过圣经，咱就头明白一项一项甲上帝讨。才讲到7项，弥赛亚代表世间人所要对弥赛亚所领受的，对天顶来的这个招庇的祝福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静静听这段圣经的话，记起来。伫这个所在，牧师特别用红字，是要算互恁听，讲只有7项。耶和华的神要点伫弥赛亚的身上，咱应该嘛会使安尼祈祷讲：主耶和华，你的神要点伫我的身上。第二，你要互我有智慧，你要互我有聪明，你要互计划。国语的圣经翻做谋略，白话字的圣经翻做计划。意思就是上帝伫人的一生中间，伊有伊的定定的计划。有的人忽然有一日伊会感动讲：我应该爱来行这条路。迄种的忽然的感觉是甚么？一个基督徒伊相信，迄是上帝咧对伊讲话，上帝咧甲伊带路，上帝咧甲伊开门。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讲互你听，英语叫做协谈者。上帝伫你的身边，叫做保惠师，伊将伊的心意甲伊的计划，所以两种翻译，翻做计划，翻做谋略，佮有第6项叫做第5项。能力的能力，上帝第6项所赏赐的就是财物、学问，最后一项就是敬畏上帝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一下我会搁一解来甲咱分享甲解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会当得到祝福。以赛亚书是一本真奥妙的书，我常常甲你讲，莫名其妙跟真奇妙，有无？上帝是莫名其妙，还是真的很奇妙？牧师的结论是：上帝很奇妙。你讲你得做牧师，所以你当然你得爱安尼讲啊。以赛亚书这本册真正是一个真奇妙的一本册。伊伫主要所要出世之前，大概700年所写，有1000几年。这本册拢没有分章节啦，吼。古早的圣经其实是先用讲的，就是老爸背起来。念互囡仔听，囡仔细汉听，佮背起来。这个囡仔将来大汉起来，佮背，佮念互伊的孙仔听。所以古早伫圣经的内底，佮记载，佮有一种人叫做经学士，也是讲祭司，因就是一世人就是将上帝话背起来的人。古早无册，所以你若要做礼拜，你若要听上帝话，你就爱去礼拜堂，你爱圣殿。所以入去了，就有经学士。就头因听，古早是安尼，但是慢慢到后代，犹太人感觉安尼无够业，所以就开始将因所历代所留落来摩西五经背起来遐物件，因就甲写出来。写伫蒲草纸，就是迄种诶，埃及的用迄种芦苇草所压字啊，迄个草纸，或者写伫羊皮顶悬。古早圣经是安尼，这个经文顶悬。无分1章、2章、3章，嘛无分1节、2节、3节，甚至因所写的字是古早的字，是犹太人中间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经文。你牧师今日讲这，牧师毋是甲你上神学院的课程，但是牧师要甲恁讲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所在。这本册一直到将近要1000年前，还阁无分章节，但是后来咱的信仰的前辈。照着伊对这本册伊的感动，
伊讲上帝啊，你通过以赛亚书写的这本册，开遮尔奇妙。这本册的内容好像就一本浓缩的圣经。所以后来才会感动的信仰的前辈，因将这本册给分作66章。听到66章，那是老基督徒对圣经较熟的人，咱拢知影，圣经总共有几本？66卷，对吧？旧约有39卷，新约有27卷。牧师讲到这就好。恁若感觉讲意犹未尽，恁去听 YouTube 顶管有一个足互人尊敬的一个叫做大卫包森，这个牧师是一个专门咧教圣经的圣经学者。伫 YouTube 顶管几乎完整对旧约甲新约的一个讨论，伊拢有，真系通帮咱。兄弟姊妹，一礼拜听一摆牧师的讲道无够呀。恁若想要真做一个对圣经有根基的人，恁会当用较济机会去领受上帝的话。所以牧师解说这个今仔日所读的这个圣经以赛亚书，伊最奇妙就是也未有圣经进前，伊所写的内容竟然是上帝奥妙中间不谋而合。伊伫前半段第一以赛亚书是犹太人受掠去巴比伦进前，后来伊所写的第二以赛亚书是犹太人受掠去做奴隶了后，伊后来所写。所以咧，中间全然有无共款的信仰的感情，就亲像旧约甲新约，伊个中间有真侪预言。后来伫福音书中间，所有的新的基督徒就发现讲，伫旧约以赛亚中间有真侪话拢咧预言，上帝圣羊羔要临到这个世间。伫咧今仔日特别今仔日咱的经文中间，咱读出7个上帝圣神所带来的礼物。圣经本身并无用7这个字，但是伊完全用上帝7种的本性。伊讲心中的灵、智慧的灵、财物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计划的灵、敬畏上帝的灵，有7种的灵。咱咧做礼拜的时阵，唔通干那只有一项叫做独居的灵。今仔日咱无人独居。但是牧师想那个讲这句话，意思就是咱的灵、咱的理性、咱的心爱活起来，不是肉体，是咱向上帝拍开咱的心灵，和上帝的心灵光照在咱的内底。所以其实上帝伊家己本身完完整整所要赏赐予你甲我的，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甲做伙这个旧约的先知是2700年前所写这本以赛亚书。咱甲天父上帝讲，主啊，伫2700年前，你就恩怨表明，就亲像今仔日的雅各书，你甲2节放做伙，你就会发现讲，谁那遐尼奥妙？700年中间，这2个作者当时拢无出版品，无有这个圣经这本册，但是为什么所写的上帝？以圣神对天人来各种的文字写个，遐尼味道一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，这无什么通奇怪。咱若了解上帝，这就无什么奇怪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世间的起头，嘛是世间的落尾。这个上帝是永远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明白，咱的上帝永远甲所听的人三角地带。所以恁若感觉今仔日有对恁有一个感动，是要了解圣经更较深，恁会当慢慢一块一块、一课一课，恁去听大卫包森牧师伊所录起来这段的经文。感谢上帝，好消息频道该翻做中文有中文的字幕。所以这咱有福气啊！咱听无英语的人，咱今仔日只要咱若愿意拨出时间，咱会当对这个牧师得到真侪造就。我要甲恁真正坦白讲，我伫恁的面中间做生活，我活到今仔日63岁，足足，我对新人医到今仔日，伫圣经的内面，敢若对新人医到真，就36年。伫大卫包森的面前，我只有尊敬，搁再尊敬。我知影一个人要会当对圣经遐尼完整，
除了伊有智慧以外，伊用足济时间。所以听弟兄姊妹，愿上帝甲你三个地体。以赛亚书内底有一段话足特别，伊讲上帝的灵点伫我的心上，伊会油抹我。这句话嘛记载伫以赛亚书，嘛记载伫路加。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第一摆的讲道，就是伫耶路撒冷的伫咧会幕的中间，伊进入会堂，伊拍开以赛亚书，伊就是读这段圣经。迄摆的讲道，有人称伊做耶稣的就任书，就是耶稣来到德堂教会，伊第一摆的礼拜，伊所宣讲，伊讲我来到德堂教会，我的目的要做什么？耶稣讲，我要将福音传予送养人，我要保养上帝的喜年、幸福的年教、上帝的祝福教、上帝的讨饭教、上帝的光教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啊，给我抹油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牧师做这个足好笑的动作，其实是要鼓励恁常常有渴慕的心。当作是表明一个心，因为人的心人看袂到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。所以求你将你的恩惠放予我。今仔日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第一句，伊讲上帝的灵要点伫伊的心上。上帝的灵要点伫伊的心上。这个话足水，犹太人的希腊语，南伊读原文，其实咱读袂出有一个足侪稳重的。伊讲鲁阿阿顿奈，就是上主的灵。鲁啊，就是圣神，你唔通听到台湾话，鲁啊就是看那牛啊，鲁啊，鲁啊就是犹太人的话讲风，上帝的灵，上帝的风，搁落去努啊，鲁啊努啊，鲁啊就是神，努啊就是点进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个上帝所赏赐伊的神，要进入你的家庭。你愿意拍开门欢迎伊嘛？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将这一生所好啊。所以犹太人读到这段话了，因就足清楚用因家己的话语，因就写出来7种：上帝内住的灵，上帝智慧的灵，上帝聪明的灵，上帝谋略的灵，计划的灵，上帝能力的灵，上帝智慧知识的灵，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偏偏是基督徒，但是敬畏上帝的态度可能就有差别，你同意吗？偏偏伫遐弟姊妹一个家庭中间，所有的囡仔，但是所有饲大汉的囡仔，大家对上帝的热情、亲近都无一定共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第一个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恳求你。进入我的家庭，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来充满伫我一生的中间。你是我的主，鲁啊阿顿奈，鲁啊就是灵，阿顿奈就是咱常常咧念字，就是我主啊主啊！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听咱的祈祷，伫咱共同做礼拜共同的祈祷中间，上帝圣神运行伫咱的教会。伫恁的家庭，在每一个囡仔的生命的内底，这是今仔日以赛亚用这个祝福来对伊的行行顺顺所讲的应允的话。第二，什么叫做智慧？拄则牧师甲咱分享讲，智慧的意思就是一种的能力。什么种的能力呢？就是讲你有去读册，你有人生的经历，这个知识甲经历，你会通知影讲，原来这个。经历甲知识是会使安尼用，所以将来伫你的人生的12路口，将来伫你人生的职场，伫你的工作的所在，伫你人生所选择的头前的方向，你会通用你过去的迄个经验，你来做正确的判断。你讲这条路绝对不是好路，虽然看起来光险险，改成足轻松，但是我感觉这条路。好亲像有啥物
怪怪的所在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这就是智慧。什么叫做聪明？聪明就是一个理解的能力。咱活伫这个世间中间有真多迷惑，咱叫做假象或者诱惑，是不？也在你一生敢有人毋捌拄着诱惑的？哦，这碗面遐好食，哦，这碗甜汤遐好食，看起来敢若也要食落就足好食。哦，我愈来愈大颗，愈来愈大颗。世间人拢有引诱啊，食的引诱较少数啦。有真多引诱是爱付代价，就是灵魂的死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。咱甲上帝讨讲，特别是伫箴言中间，最基本伊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啊，人捌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的人。上帝这两项，伫旧约的圣经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上帝的灵所表现出来所。第四项，什么叫做谋略的灵？伫和合本的圣经。白话字的圣经，罗马迄个巴克勒牧师伊所翻译的白话字罗马字的圣经，该翻做计划。有一个上帝，一个老师，一个指导者，踮伫我的脚趾片后壁。我咧行人生道路的时，这个伟大的上帝的灵，伊就甲我讲：停咧，听听看。这相信伫咱的心酒店馆，伊就将伊的计划，将伊的导航。将伊心意，所以一个无爱读圣经的人，袂使怪上帝讲：上帝，我伫祈祷中间，开拢无听到你的声。上帝讲：我的囝，我早就拢甲你讲了。伫礼拜堂迄本圣经摆伫迄个所在，干那咧生营业啦。咱的圣经永远无合起来，但是一年搁一年，若毋是有数字节，逐礼拜踮遐。切一个刀啊，甲一个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心内迄本圣经呢？有人讲笑话，讲从以色列人送伊一本圣经，教会送一本圣经，迄本圣经永远拢放伫伊的书柜顶悬，书架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圣经毋是装饰品，嘛毋是符啊。哦，有个人就吊伫个形状，一个红红的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话是摕来用的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，拄则我甲咱分享的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第五项，上帝的神就是能力的神，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恁会记这段圣经吗？迄什么意思？我靠迄个点伫我内面的圣神，我要有能力。是什么种的能力，能互人面对死亡，佮无惊吓？是什么种的能力，互人面对死亡，佮无惊吓？拄则我甲恁分享迄条诗歌，甲咱解说了，今仔日圣歌最所唱遮尔水这条诗歌，你敢知影？这条诗歌最后的结局，就是写了配寄出去，一个月后，潘霍华牧师互人吊死。后来，该吊死伊身边遐个人，将当时的情形写作因的日记，留伫历史的顶悬。其中有一个德国人，德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所以当潘霍华牧师要行就迄个死刑台进前，伊伫伊的房间出来嘛跪咧祈祷，伊要行就即个刑台，伊嘛跪落来祈祷。当时迄个医生要鉴定伊有死去甲无死去，迄个医生，伊讲：我一世人做法医做即种的工作，我毋捌看过一个人，伊面对伊家己的死亡的时阵，是充满平静、勇敢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即种的心，才是真正宝贝的心，这叫做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真正有上帝圣神所带来焦逼的，迄个焦逼这个字伫圣经中间的原文叫做发展成熟，意思就是焦逼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真做一个老练的人，真做一个成熟的人，
交臂的意思就是人的生命对红颜到大汉，伊对上帝的信心甲上帝真理的话得到养持，所以成做一个健康勇壮。能力这个意思的原文是勇士，能力这个原文是勇士的意思。所以当上帝的灵点伫一个人的内面，伫这个世间所有的力量拢袂通吞食伊。所以姊妹，你愿意成做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吗？主啊，怜悯我！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成长是对这个基督开始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！主啊，你怜悯我！伫我能力无够，伫我信心无够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！主是智慧的灵，知识的灵。愿天父上帝将天理的知识藏予地上的人。所以保罗讲，当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这段圣经有无数摆伫咱的教会内底做礼拜中间，咱读过。保罗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就是上帝圣心踮伫伊的内面。上帝圣心啊，踮伫伊的内面，伊就明白上帝的事甲人的事，这就是知识。上帝的圣心要将历史的事，上帝的圣心要将创造的事，上帝要将未来也要发生的事，上帝要将人稳装伫内底，连人都无了解的问题，都只有上帝的圣心，伊知人的心内所拄着的艰难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圣心要将咱所需要的知识讲予咱听。愿天父上帝最后一项，就是当圣心踮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人就开始用敬畏上帝做伊生命中间的宝贝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两张做主织，毋是恁足敬虔尔。我知影，咱拢真，咱的教会是一间大家真正真较无要成长的生命成长的兄弟姊妹。但是咱爱知影一项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有时咱嘛会逃避，嘛会懒惰，嘛会冷淡。但是当上帝圣神啊踮伫咱的内面，咱会感觉。我若一礼拜无去做礼拜，就感觉浑身不对劲。我毋知恁中间有这种人无？讲笑，其实我知影，咱4个月无来教会做礼拜，我知影咱一定感觉足奇怪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的神放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就开始要有这种的感觉，叫做圣在。因为当上帝圣心踮伫咱的内面的时，咱的心思意念嘛变作清气，咱的心思意念嘛变作敬畏上帝，咱慢慢就互上帝的圣洁的画面就改变咱的体质，就祝福咱大家每一个人。世间的知识是人互咱的，经验是你人生行过就得到。所以有的人对经验的解说真负面，对吧？你捌拄到这种人无？有的人对经验的经历是真正向，乐观的人伊咧解说伊的经验拢充满愿望，悲观的人咧解说伊的经验拢充满困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独只有上帝的圣神会通帮助咱解说。所以今仔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7节，以及第3章17节。这两段圣经拢在讲起，所有一切交别文书是对天的上帝，对顶面来。雅各书第1章17节，以及今仔日个另外一节的圣经第3章17节，伊讲世间的神，顶面来的神，地上的智慧甲顶面来的智慧，独上帝所有备各样骄纵的文书。所以，独圣神会当帮助咱明白上帝的事，也明白咱一生中间上帝的计划。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讲交备这个意思，交备伊讲所有全备的恩赐，这个交备，伊是一个完整的
是一个这个完全的，伊是一个成熟的，是一个成长的发展成熟。通过通过每一个人家己对心中的决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咱做伙用这段圣经来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要改变我的生命。雅各书第1章17节，各种好的文书，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。今仔日无论是圣歌队的俄勒赞美的诗，无论咱大家所做伙领袖聚会所共读的圣经，以及咱的回应启用文，以及圣诗，拢是结连伫这种的脚步。主啊，各种幸福对天所想事，各种的幸福对天所想事，上帝你互我领受你所想事的。上帝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者，伊嘛不断将幸福的画面想述给咱。所以今仔以赛亚第11章第2节，伊讲上帝的神点伫弥赛亚，上帝的圣神也是一灵点伫人的心上。迄个意思就是上帝亲自将伊家己的画面想述给咱。我真爱这首诗，伫灵修的中间读到一本南语白所出版的册，德国的古早的一个诗散文的内底，圣诗的内底写着这句话：讲上帝伫空中互云、空气、甲风有伊的路，云咧飞有伊的路。上帝嘛一定将这个路互咱。上帝既然互这个乌云、白云有伊要去的所在，甲伊的路通行。上帝嘛要将这种的路自由自在来飞，自由自在来飞，来享受给咱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咱通安尼祈祷。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除了听圣经的话以外，伫上帝圣神的感动中间，咱通安尼祈祷。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我欠过知识。雅各书第1章第5节，今咱所读的信仰的第一句话。咱中间若有人欠过知识，咱中间若有人欠过智慧，恁着吹讨，恁着恳求迄个大大赏赐人恩赐的上帝，兄弟，大大来恳求，发出你的祈祷，为着你的欠过，甲上帝讨，上帝就要用伊的话来创造新的画面，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。愿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，咱就得到圣经宝贝的应允。上帝用伊的话，今仔日要互咱顶头生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佮再听。所听的你们今仔日的经文只有短4节，但这个4节其实就亲像我拄则甲咱解说讲，以赛亚书这本册就亲像一本浓缩的圣经。伊对旧约甲新约66章，伊所表明有39卷、27卷，伊表明有旧的约，有新的约，但是伊拢咧讲起，咱的爸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要赏赐咱天顶各种上灵的福气。上灵的福气是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属灵的福气。这个字牧师我甲恁讲过，伊叫做 eudaimonia。耶字是这个字，属灵的文书，迄个文书，这个字叫做 eulogia。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心内爱有正确的信念，就是互上帝的话、好的话、宝贝的话，加在你的心思意念。第二，人需要水的灵魂，人需要水的灵魂。eudaimonia，人的心若清气。所看到的世间就是清气，人的心若充满仇恨，伊所讲的话拢是仇恨的话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上大福气就是有上帝的话入咱的心思意念。第二，有上帝的灵，迄个大摩尼这个字，就是好的灵魂。上帝的圣神来入咱的内面，咱就会成做一个互上帝的灵所充满。
所以今仔日的礼拜要离开进前，咱来甲上帝圣神祷告，亲爱的圣神，今仔日礼拜了后，请你甲我同行，拜一到拜六，我日常的生活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甲我三个基地。最后，牧师都会到第8福，最后所讲，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这个福气，伫圣经中间，甲拄则保罗所讲迄个属灵的福气无共款。保罗真谦卑，伊毋敢用 Makarios 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独独只有用伫上帝的身上，独独只有主耶稣有权柄，伊会当安尼想述讲，好得无比，好得无比，好得无比。Makarios 8福的中间就是用这个字，这个字叫做好得无比的祝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存出来讨。上帝好的话伫我的心思意念，上帝的圣神踮伫我的心上。上帝对天灵的高准备的保护，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祝福咱同心来祈祷。享受各种骄纵、甘甜温顺、圣洁的圣神的上帝，当阮敬拜你的时，阮恳求主你进入阮的心内，至圣的上帝怜悯阮，互阮得到晓悟，互阮得到通达。互阮得到圣神所享受交庇的灵，甲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对即时到永远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